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做一个阿群妹，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咧》。阿群妹呀，非常的紧张，做嘛跟呢？其实我没在关公面前耍大刀，我是在关公面前玩玩具。好，今日嘅福喜来当用心到节目底度邀请到两位啊说唱艺术嘅大师，说唱艺术嘅大师，爱同大家来分享说唱艺术咯，韩国家的去爱啲半夜有演出，爱同大家来分享，吉来分享今日嘅来宾 TV 系 Andy 嘅翰林说唱民俗艺术团的团长，欢迎王正全王团长，欢迎。大家好，我是王正全。欢迎 Andy 王团长来到 Andy 节目当中，撒下来哈，系 Andy 另外一位哇，啲客家天使有多嘅粉丝哦，吉来分享 Andy 张春灿张先生欢迎。大家好，我是張春燦，很久冇看到啊，平常時啊，跟住跳過中文講啱咪係冇福氣啊，我今日啊福氣來咧，福氣來咧，鼓手啊，今日節目當中真係係多歡喜，有請到兩位大師來到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來收見即將要演出的客家語客家人，錯嗎？客家人呢就我就做一個用個搭嘴鼓啊，說唱藝術嗬，去做一張戲劇俾大家看。我唔錯，韓國我知道有名嘅東西哦，它的名字叫係客點家點人，佢係分開來嘅呢。個分開來唔過嗬，強家哦，唔看你當條個面字要啊，個強家哦，強家咧各主要啊，嗰是人啦，講人啦，大家人強家啊，五族共一家嘅意思啦。哦，鼓手呀，客家人嘅名咧就係有意義嘅，特別有十幾個。特別有十幾個。鼓手啊，沒想到來想請團長來跟大家介紹一下，說為什麼這一次會有客家人這一次這樣子的演出，而且還結合了我們的客家話客家話。我很想報告的一個心得就是相聲工作，我做了今年是第32年。那麼我一直有這麼一個感覺，就是以往我聽一些長者說，或者身邊一些朋友說，講相聲要講北京話。北京話，我覺得這個是無可挽救的錯誤的第一步，因為我們誰也不會講北京話。台灣現在會講北京話的大概只有吳兆南老前輩吧。我不會，我現在承認我不會。那我的做出來的心得，我是覺得任何語言都可以說相聲，只要掌握住相聲的精髓，咬字發音的準確呀、清晰啦、完整啦，一句話說出來，它的意欲所指，肯定、否定、疑問，把語言的魅力發揮到極致。那我因為生長在台灣的關係，所以我身邊聽到不少的閩南語，不少的客語。那麼在閩南語的環境，我接觸的比較多。那麼我知道閩南語是非常明確的語言，客語比閩南語更為明確。那相聲就是講究最明確的語言。國語它只有4聲而已。客語呀、閩南語啊，都比國語豐富多彩。所以，我們既然又生在這一方土地上，生長在這兒，那麼我們為什麼不用我們的本鄉本土的語言，客語、閩南語來說相聲呢？所以我們就開始做這個工作。這些年，閩南語的也好，客語的也好，我們不住地做這樣子的嘗試。對。那這一會兒特別，因為我們團裡有這麼幾位客家的才子啊、才女啊，所以我們特別製作這一段那個客家人這出戲，希望整個的過程用客語為主，把客語的美、客語的好，讓我們的聽眾觀眾都能夠領會，都能夠
也能够有所发挥。如果大家都能够对客语上面都有这样子的认知、欣赏跟发挥的话，那会是非常功德无量的一件事。哇，所以其实唔单像客家话哦，係以客家话为主，还有其他的语言、其他的语言都也会在这一出客家人里面来做演出跟诠释，对不对？哎，是的。对，所以其实这一次的演出时间，細細格格來同大家講一下存錢先生，來同大家分享一下也在演出的時間。時間係8月19、20，嚇19號、20號禮拜六，然後拜日係安布時，應該拜日係下晝2點，我哋讀嘅客家主題公演，台北市客家主題公演，該為咧戲劇堂，該為咧要做啲演出，希望大家來看，你聽就會看到好冇強樣嘅客家說唱藝術。哎呀，客家的說唱藝術感覺就有很多，應該說說唱藝術有非常多種多樣的呈現方式。鼓手一下就會來問一下哦，也從嘅呈現方式，上來又係用嘅來呈現呀客家人嘅說唱藝術。哦，你老街按照說唱藝術啲度，當多東西是要落去參落去。你比如講，嗌落月光節搶月光啊嚇，兩沙要一隻打嘴鼓，一打嘴鼓是用按照療火，是學理學其他嘅表演藝術嚇，該是按照月光節用唱嘅。哇！佢從頭到尾唱出一隻故事。啊，我讀解為咧，留佢留佢搭嘴咁樣，呢是一種相聲地圖嘅一種方式。還有一種方式，當然是，講愛講話啊，愛講話就係講相聲啦。還有阿狗咪就係講相聲咯。真的呀，假的呀，啞巴也能說相聲。係啊，要一個非洲人咯，你彈過嘅嘛啥？嘅按到。維大利、意大利，講高地度誒，該副音就話，江國嘅副音就話，佢咪來講相聲咯。真的呀，佢咪做得講相聲。該是使用肢體語言，挺神奇。還有一隻是，綜藝大哥大睇過嘅嗬，係講要觀眾朋友要看過嗬，要看過嘅嘛，大錢小錢嘅按照口技就話，佢唔是講話該。全世界行下都是啲咧，咪係火車咧，咪係咧叫，做錢行而出，佢咪要來參加，佢留到台北，在客家莊，都到嘅一些街道事情嗬，留佢用口技嘅方式，留佢表現出來。鼓手啊，其實呀演出的演啊，卡司非常強大，團長本身也有在裡面演出，對不對？我正在努力的學習客語之中。如何？現在有覺得很困難嗎？很焦慮？跟國語相比較的話，它確實是要把它說標準了，很吃力的。我們現在過程裡面，我們有一個童謠，我就練了很久，也不曉得現在練到什麼火候。他是說，胎族吧，師傅霸道記下煞，蘇青銅搶銀下是的最爸爸。哎呦，好棒！我愛唐女士講得懂後，講得清後，哎呦，太厲害了！所以其實啊，我也想問問看團長，因為以你本身對於客語不熟悉，那你覺得聽客語來講這個相聲或者是說唱藝術的時候，有沒有覺得有一些特別的趣味會出現或產生？國語我是非常的習慣，那客語呢，很尊重，很喜歡，但是掌握的非常有限，所以我也很少有機會能夠聽到。那麼這些年我們嘗試過一些呢，讓我接觸了，也讓我增加了這方面的興致跟這方面的見聞。那我覺得客語它的美，它也有一些像歌唱一樣的這樣子的美妙的一些旋律在裡面。所以我覺得用客語，如果在客家莊用客語來歌頌本鄉本土，那會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係呀，鼓手啊，也把嘢客家人，就係愛用客家話，還有當做語言同大家來分享一出去，對不對？鼓手咩想要來問一下春產先生，知道用客家話來講
讲呀，说从艺术来打嘴鼓，有那条当神奇也系讲当困难的素材嘛。困难的地方天作就话，即是我行业吼是让流水天啊，因到吼从细吼用按照华语思考模式啊，然后因到的阿爸阿妹冇穷人，记得上下都是行业。我上下都是國語，反正咧變準咧，下巴變咗咧，變唔準呀！變唔準點樣嘅生活？咁門煙下巴要門唔重煙啊，又冇好門啊！啊，所以下巴呢一期我營養班已經講，我門前當然就可以填出來。哦，呢係啲變咗行業當神奇嘅地方，還有嘅地方是從壓潤。因到下巴我寫到東西我要壓潤嘅，佢明明是因啲個國語營養班寫壓潤。兩下都話都係啲客家話，哎呀！3點樣班壓潤，冇壓潤，壓唔到潤，強而壓啲嗬，客家已是談唔出啦。所以我簽啊，下巴為門嗰度新高班嚟啊，嗰度新高班嚟很強啊，上嗰度很高麼？前彩講前彩條嘅事件就出來咧。哇塞，古時候你看愛做也出客家人，按樣嘅客家打嘴鼓同說唱藝術，愛發動到嘅新血同神忙哦。古時候你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同大家來分享客家人嘅故事。向愛來咧，夜團節目揾愛咧，好談話愛就冇講咧，唔通愛創一頓物解咧，有人講愛唔記得愛講物解咧，其實愛大家都有咧。好，有談到冇啊？佢們愛好，卡下用嘅這個廣告休息的時間吼，偷好嘅意思都，唔過愛呀，它這還是一樣是不專業版本的，是關公面前玩玩具版本的。呀哈啥哈了，哎呦，富起來嘅觀眾朋友，根本你真係沒有富起了，我來看呀，張春燦先生來表演呀。客家人地度嘅其中一小段嚟哦，有請我哋嘅春燦先生。講禮拜日，我食飽憨習慣死，看到有草蜢二老圖給我兩兄弟。呢個撲到天那下地螃蟹，啊雞螃蟹越殺越忌醫生詞，雞錯問我講，嘿，我哋南山，日後是食睇一條大老虎，圖給我講，我哋北山，日後是細睇九條大狐狸，錯問我講，我律富士棒睇一條棒煙大榕樹，圖給我講，嘿，我哋春腳啊！老五就像小太扁偏題，曹猛講，釣我天朝做錢係愛講，圖給我講，愛不干計，天當對計，天內招計，好把手計，錯得都條計，愛做錢老記得聽規矩，幾兩沙當地計盼計計，突然間睇到轉動片，啊個啊個，看到噗嚕背過來，一隻計講跳當要隻太計儀，你為了隻計講要結惡魔，你督上我。老錯馬個吞落肚屎兒，圖給我亦看不了睇馬雞公陰啲屎，我雞公阿姨不應該，南山是聽我個阿妹老阿 Q， 要嚟北山是聽我個姑姑老阿姨，你們來打探問看，圖給我唔明雞公壓得起，建議要做法是你當愛，你阿爸個絕對冇有你呢個圖給我，日講日能喐。木當啊，神惡卡斯牙必須白腳向前一出，咩本解公細睇嘢。太強了！阿平問呀，我覺得我好幸運，我這次整個是坐在搖滾區耶，超級無敵近距離看，韓國春燦欣賞誒，知道呀，跳繩藝術真係係東南的一件事情，怎麼敢敢把那個？第一張主板還可以拿來當武器，有沒有？一球，韓國啊，整個
个从身体整个肢体的通走，所以你呀他丑对，不过你还叫有没有动作非常多？其实这是一个全部的艺术的展现，对不对？然后按照讲究按照手眼身法步啦，手眼身法步，手有手的手势啊，目睭有目睭的看法啊，你像蛇來嘅看嘢啦，前面啦，跟蛇尾看嘢前面咯，按照牙打嘛，用牙打，跟蛇尾嘅是同的前面看嘢啦，你比蛇尾哈。就係目睭斜掉，跟住像蛇尾嗰類啦，所以手眼身法步，行行隨顧到，本觀眾一看啊，一下巴50堂，看嘢動作未點講乜嘅，樣是提火啦。原來係按呢，故說阿佢們藝呀哈，就等上我來學一下這個說唱藝術，所以我現在就要來問問看團長啊，大部分來學習這個說唱藝術的學生們啊，他們都是為什麼來學的啊？他們不會覺得這個說唱藝術好困難嗎？首先我解釋一下，說唱藝術，它是流傳在民間的講唱文學、口頭文藝。那麼根據專家學者他們調查統計，大江南北涵蓋了我們台灣寶島啊，一共有341個說唱曲種。所以像張老師表演的這個竹板快書，像我們常聽到的相聲，都各佔了1/311而已。所以說唱藝術是源遠流長，而且是枝繁葉茂。那大體上，我們的學員喜歡學的是相聲，因為相聲是大白話，人人都聽得懂。而且相聲呢，它用笑作為它的獨特的風格，那人都喜歡笑的。我們的學員有很多是家長小的時候就聽收音機裡面吳兆南、魏龍豪的相聲，但是那個大環境呢不容許他們去接觸，所以他們僅止於欣賞，現在反饋在他們的孩子的身上。那麼還有一些是孩子們話太多了，挺聒噪的，送到這兒來讓我們規整一下，到底怎麼說話，把話怎麼樣的說這個最正確的話，那麼最精煉的話，最邏輯的話。還有一些是孩子們呢太悶了，3拳倒不出個屁來，家長擔心這孩子以後怎麼在社會上跟人競爭，所以送到我們這兒來看看，經由這些很有趣的說唱的曲種裡面的每一個段子，能夠提起他的興趣，願意做練習，願意上台，就把他的心得報告出來，面對觀眾。所以我們很多的，像我們兒童團，我們現在有83位小朋友。哇！83個家庭啊，就沒有一位家長是指望這個孩子長大了之後去說相聲的。真的啊！但是他們很在意他的孩子是不是勇於站上舞台，面對觀眾，把他準備好了要說的話能夠說得清楚，能夠講得明白。對，唔講係知道，我好希望說唱藝術，聽說有一些具備的必備的才能，比如講係知道，聽說配數會配到動腔，是不是啊？陳雪老師，你講他配嘅一團暗蟲哎，所以經驗。哦，要一直念一直念。作嘅成員都打幾好旁人，根本唔是想嗨嘢嘛，喺度同你講出來。真的呀，改故說不用特別會背書，是不是？很努力就可以。努力就可以，努力就可以學到，對不對？唔過我當想要問一下吼，2位大師呀哈都亞片，2位大師都在這裡，想要問一下2位很勇的來說師來結緣，怎麼來認識的？先來問問看團長。你唔記得咧？太久了，是不是？張老師，我是印象深刻的。當時我們的團部是在通化街那邊，我們前後待了有14年的時間。那一天，張老師當時多麼的年輕小伙子，多年輕啊，還在師範讀書的時候，大學的時候，還是大學生的時候，來我們團，跟我們表示他對這方面的興趣，然後我們覺得很稀奇，這麼年輕啊，這麼誠懇的這個小伙子，所以那個時候結緣開始，一直到如今。感謝張老師這麼多年對翰林是不離不棄呀，而且竭盡所能地支持着我們做這一件事情。有張老師是我們翰林很大的一個福分。哇！你同佢講，佢對我唔會欠嗰樣係真嘅，佢跳過哦，佢出名佢東風係是啲啦，我喺度喺底下做觀眾啊。
我做观众都爱看，哎呦，你个人安强啊！去讲个 YP 流行歌曲吼，我唱到10遍冇强了啊，10遍拢当生气啊，当强啦哦，表示讲佢对佢嘅节目又啊，大家其实有佢安排，佢哦哪边本人想，哪边要买，做得临时变通没问题。他爱戏路该袂些，其实问爱讲，会唱歌吗？刚开始2年冇还冇过啊，唔会唱啊。佢还冇叫爱做哦，继续谈爱讲呗。刚爱国语是不好啊，也冇叫爱做哦。哦，唱機學有只好處就係講，你對咧說唱藝術嘅興趣啊，學校叫你也唔會冇睇啦。因為你保持講，你對咧說唱藝術的興趣一直保持在那邊。对，一直有热忱，对不对？韩国爱吃的后，跟他看几两啥个对话，我真的觉得亚翠希爱董秀儿进到剧场去看，影帝某听超在剧场里面会看到不一样的说唱艺术的演出，每一场的演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跟同大家来分享。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又转到富喜来的，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和夜团总算做得正常的开场的，唔是紧张的位是。刚好好又看到2位大师吼，看到表演，韩国同大家来分享，也到熟悉的歌唱。不过一开始啊，团长没有讲到，也还有这个娃娃兵哦，有培养这个娃娃兵声音呢来做口述艺术的安用的演出。也想来问问看团长，其实这样子算是一个传承，这样子的传承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趣事，或者是你觉得小朋友真的学习能力很强啊，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是的，我们做这个翰林说唱娃娃兵呢，主要是我们有感于现在的孩子们对于西洋的、对于东洋的这些文化艺术都蛮熟悉的，对我们自己传统的非常的陌生。那我们的老祖宗又留下了很多很好的千锤百炼的好东西，所以我们就很急着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去认识这些。从这个认识学习的过程里面呢，因为段子本身的趣味性，还有它的教育意味、社交意味，都能够蛮深深地吸引住这些小朋友。这些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他们现在每个礼拜的固定到翰林来，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点、一个重心、最大的乐趣所在。他们有一群同好，每个礼拜固定在那儿见面。常年下来，我们甚至于儿童团的团员现在都已经有大学毕业回来当老师的。每个礼拜到这儿来是他们固定的一个约会时间。有时候小朋友功课退步了，家长会要挟他，你再不给我考到几分，我就不准你到翰林去。这对他会影响很大。那么他们同好每个礼拜聚集在一块儿，相互的激荡，他们也可以产生他们自己的一些心得结晶的作品。他们又有很多的机会站上舞台，面对观众来历练自己。所以家长对我们的工作也非常的支持。对，没错，我觉得让小朋友上台这件事情，对小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克服他自己的胆量啦，对不对？而且他未来可能，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啊，也是需要报告嘛，对不对？当可以上台做报告的那个人，就不用在家里打报告了。没有啦，我去嘎凶哎。但是我觉得小朋友多多去接触这些说唱艺术都是非常好的，而且除此之外啊，更是天时地条前的观众朋友，你要不看的小朋友上本其他的来参加来接触一下这些口说艺术的活动啊，其实暑假都有活动可以给大家来参加，对不对？对，我们每年的寒暑假都会开这种短期的儿童说唱艺术的训练营，来提起这些小朋友的兴趣。他们有兴趣之后，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儿童团的团员。那么这些团员们，他们平常参加一些语文的竞赛，都能够拿到非常杰出的成绩。所以其实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报名的，对不对？是的。要如何来报名呢？是，现在是跟我们的团部联系，或者上我们的脸书啊，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资讯。
孩子们，我非常的要求他们来学相声，因为相声是练习把话说清楚、讲明白。谁不愿意把话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呢？没错，而且说话是随时都要说的，说话是非常重要的。对，讲法同创业鼓手村产先生前一步的没有的，DNA 新北客家文化园区来教小朋友来讲呀说创艺术，对不对？这样子的教学，你知道教好的方式，你知道小朋友学习的情形很样的。哦，喺度讀台北市、新北市吼，來教學生吼，佢好困難的地方是成日都好唔曉講客啦。啊，佢好唔曉講客，你是用其他的方式啊，你比如講教佢節奏的時間啦，你是冇用慢嘅講小菜咯，該度嚟講咧，你是教佢哋該跳過魯拉拉，該度團康就啊。中國功夫兵器提神，氣貫丹田，蜷縮有致，馬步一跨，轉轉耳朵，吞吞口水。這招叫做抽水馬桶啊！從家都教幾多咪朝當生詞啊，咪好有興趣啊！節奏教好人，天天都教讓班人客家嘅團咯，普通anh都教啲客家團咯，用從頂簡單嘅按照層層見識，1、2、3、4、5、6、7、8、9、10，講日係日，2日漢係日，1、2、3、3、2日漢係日，1、2、3、4、3。2日3、2日漢係日啊，長啲款咧。我你教係先得做咧，你教用佢睇你又佢唔係聽咯。1、2、3、4、5係先就話，你做咧1、2、3、4、5，叫佢甩聽。1、2、3、4、5，出來，幾多就會笑咧。我帶到小口度地圖嗬，幾多人會有興趣來學啦。有時講到按到讀書讀老街，按到客家種，佢圖嘅方式有冇同樣嘅地方。鼓手没想到了，问问看团长哦。其实翰林说唱艺术团成立这么久的时间，到现在还在培育娃娃兵这个部分。当初您为什么会想要成立说唱艺术团？对于相声的热爱吗？哎呀，我觉得我的人生都是意外啊。在此之前，我做餐厅。我的客人说我应该去说相声，我莫名其妙我说相声干什么？我是一个做什么都着迷的人。那么我实际的深入的接触相声以后，我感觉到它的魅力无穷，所以那个时候又正巧，在台湾相声形成了断层，我们的前辈像吴兆南、魏龙豪，他们都把这个工作放下来了。那么适时的。正巧的，我们出来做了这一件事情，身边的一群朋友协助着我。那么到如今回想起来啊，我觉得我是很莫名其妙的做对了一件事情。当时因为喜欢而做，因为着迷而做。现在回想起来，回想看一看的话，当时幸亏做了这件事。到现在相声在台湾也有点显学的感觉了啊，现在很多的记者会了、晚会了。学校里面呢，甚至台北市各地方都有相声比赛，所以我觉得虽然是无心插柳，但是既然有了插柳的那个动作了，那就有可能会有柳成荫的时候。没错，而且其实啊，翰林说唱艺术团成立到现在，培育非常多优秀的这些说唱艺术的老师们，对不对？而且都各自甚至出来有团的状态，非常的兴盛。因为当时就我们这么一个团队嘛，所以很自然的，现在我们宝岛台湾中青一辈的相声说唱人才，还都是翰林孕育出来的。我们这变成一个摇篮了。不过他们的成就都在我之上。老师客气了。对，其实在这个您刚刚说相声的发展过程，在台湾这一段的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断层。还有，甚至我觉得现在要如何迈入到您说的柳成荫，其实会面对到一些的困难。那您觉得大概是怎么样的困难？那可能可以朝什么样的方式去努力？我觉得现在因为相声，我们鼓吹它是任何语言都能够表演，所以在人才上面倒是不缺乏的。那么最近这2年景气稍微差点儿，演出比以往少，待遇没有以往好。那么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再创作一些更能够吸引人的这方面的相声段子，让我们的杰出的相声人才能够有所发挥。
我觉得前程看起来还是一片大好的。我们这个有耕耘必有收获啊！最近大家就懂上忙的，要叫2位的度，第一个上忙大表，大家都非常努力在这个领域里面，所以这一次的客家人亚出去半夜19、半夜20号。一日係按部頭，一日係下組頭，歡迎大家去到特別是客家文化園區來欣賞其他隊嘅演出咯。今日沈蒙團長，謝謝團長來到節目當中，謝謝。咩沈蒙璨璨欣賞，謝謝兩位。今日好事多動多，咩沈蒙各位觀眾朋友，為數看先休息一下，等下聽運動欣賞來做運動。